请做伙来讲读上帝话，记载伫新约罗马书12章第1节到第8节，伫在意汉语本圣经182页，新约罗马书12章第1节至第8节。兄弟啊，所以我因为上帝的怜悯，劝恁献家己的身躯做祭，是我的圣愿。上帝所欢喜的，这是恁心灵的服侍。我必甲这世间相款，利用心计换心来变换家己，互你袂明白，使你是上帝的善良，通欢喜尊全的旨意。因为我对所予我的恩，甲恁中间逐人讲，恁所受来寸度家己，毋通活过应该受的，所受着安分来受。着上帝所授予逐人性的分量，因为亲像咱一声有八体，若是百体的分量，落拢相同。安尼咱侪人听伫基督做一身，大家相甲做体，咱着所互咱的恩，已经得着恩赐，搁无相同。迄是做神奇，着照性的分量来讲，迄是办代志，着第一伫办代志。迄是教世人的，着第一伫教世；迄是劝勉的，着第一伫劝勉；求助的，着因实心；激励的，着因温困；怜悯的，着因欢喜。请袂令无事反倒，迄若是基督你的新生活。各位兄弟姊妹平安。今仔日咱转来教会聚会的人有哪来哪侪的安尼的局势吼，咱嘛感谢上帝，互咱台湾会当伫即个疫情中间，咱会当真安全。吼，咱嘛继续为着咱的国家，为着咱的世界祈祷。嘛讲咱的教会嘛会当渐渐恢复，吼，全世界教会会当渐渐恢复，全世界国家也是经济都会当渐渐恢复。互咱不时都会当为着安尼的事祈祷。虽然咱只是无真济聚会，吼，总是咱会当去处理，搁较济读圣经、抄写圣经、祈祷，搁较济来亲近主。好，咱来今仔日咱的圣经是罗马书12章第1节到第8节。即章的经文，咱若对罗马书进前甲后面来看，会看见伊是真大的差别。但是今仔日咱就进入另外一个新的阶段。我想真侪基督徒伫读圣经的时，拢会惊讶，咱特别爱读几卷的册，但是无要读其他的经文，所以咱会对教义的产生无健全的理解，嘛容易产生观念的错误。亲像咱伫读罗马书第1章到11章的时，拢是保罗伫强调因信称义，就是讲咱只要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咱就会当互上帝称做是义人。但是你若无继续读12章以后这经文，你就会产生误解，想讲安尼我听保罗就好，我有信就好，其他的代志，亲像我的生活方式，亲像我的行为，就拢无要紧。反正我已经会当上天堂啊！但是有的人可能嘛无爱读罗马书，感觉伊足歹读的。有的人较爱读雅各书，因雅各书短短啊几章，嘛因为作者伊强调行为，所以较好读。但是你若敢若读雅各书，你就会认为讲，我只要伫我行为顶面做好就好，我无信耶稣嘛无要紧啊。但是兄弟姊妹，咱若经这两项中间一项，就袂有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的生命甲生活，因为相信甲行为毋是两项无关系的代志，因是互相有关联的。所以咱嘛看见保罗伫加拉太5章有讲，若是信心的果子，就是仁爱、欢喜、和平、吞忍、慈悲、善良、忠信、温柔、准则。咱看见保罗毋但强调即个行为爱称义，并且伊嘛强调咱爱伫行为的顶面，互咱来结出一个互人看见的一个果子。所以咱袂当惊讶，袂当想讲我只要信就好，我的行为无要紧。毋是保罗强调咱伫两项顶面拢爱有结论。另外，咱嘛知影伫耶稣的教导内面，也互咱看见信心甲行为两项并行的重要性。
亲像伫圣经记载，耶稣伫一间厝里讲道，有真侪人跪伫遐听，规间厝满到是无法度入去。但是有4个人安怎？因跟因变随的朋友来互耶稣医病，因为因相信讲耶稣会医好因的朋友。但是因无看见人多就放弃，因为因相信，所以因爬去厝顶，跳厝顶，将因倒伫破坏的朋友慢慢对厝顶来坠落去。耶稣看见因的信心甲因的行动，就医好因的朋友。另外，耶稣伫甲伯良拄着一个罗马军官，这个军官真特别，伊是一个外邦人，总是伊来求耶稣医好伊的奴仆。当耶稣讲好，安尼我来做法到入恁兜的时，但是这个军官较讲，耶稣你毋免来，你敢若讲一句话，我的奴仆就会好。哇，这个人的信心有偌大咧！耶稣稀奇这个人的信心，伫以色列人中是看无的信心。所以耶稣嘛看见伊囝奴仆的行为，伊为着伊的奴仆来找耶稣。所以耶稣互伊信心，互伊行动来感动，来讲，去啊，照你的信，甲你行。另外，耶稣行伫路里的时，真侪人围伫伊的身躯边，有一个患着血流12年的妇人人，伊来心想，我感觉去摸伊的衫就会好。伊毋有信心，伊嘛去摸耶稣的衫。耶稣活转身甲伊讲：“你的信互你好啦。”伫路加福音第6章43到45节，耶稣有讲：“因为无有好树结歹果子，也无有歹树结好果子。因为各种树对伊家己的果子来捌伊，树起来无人挽无花果，草起来无人挽葡萄。”好人对伊的心所集住的好来发出好，歹人对伊所集住的歹来发出歹，因为对心所充满，嘴就讲出。所以咱看见耶稣甲咱讲啥？咱对伊的信就好，亲像是一丛树仔共款。咱的行为就是咱所结出来迄个果子。耶稣若无改变咱发出来行为绝对无法度有好的见证，就亲像咱无法度结出好的果子共款，咱本身就无说服力来传福音，嘛无互办法，互人看见咱互耶稣改变啊。有一个印度教徒对报道家格里汉讲：牧师啊，如果我看见一个真正基督徒，我就接受你的信仰。所以，牧师安尼讲，我若看见一个真正基督徒，我就接受你的信仰。当然，咱拢知影，毋是看见人才来信的。因为人拢是有罪，人拢是软弱。但是，这个印度教徒所讲的，是对咱所有基督徒的挑战。因为传福音上效果的，毋是教义，是咱性命的见证。无信的人，因为咱的言行是毋是一致，就会决定讲伊安怎来看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咱对圣经学习，咱爱互相提醒。用一个真实的态度，咱愿意为着信仰来付出代价，互人看出咱的行为，甲咱的信仰是相匹配。所以伫罗马书12章了后，拢是咧讲咱安怎伫实践咱的信仰，咱安怎有一个好的基督徒的行为。这就是保罗伫强调因信称义了后的矛盾。嘛毋是讲爱咱伫因信称义了后，搁爱加上好的行为，毋是，是爱咱伫因信称义了后，对咱即个人自然产生出来的一种生活的态度、信命的态度。所以真重要就是，咱要安怎自然产生出咱基督徒应该有的行为咧。12章第1节。保罗用旧约宪制甲圣典的用语来做开始，意思就是甲咱讲，咱毋是要靠咱本身来做出这个好行为。你若想要靠你本身，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只有用安怎？第1节，保罗甲咱讲，兄弟啊，所以我因为上帝怜悯，劝恁献家己的身躯做祭，是我的圣的，上帝所欢喜的，这是恁心灵的服侍。就是安怎，保罗爱安怎做，爱咱安怎做，就是献家己的身躯做祭，献咱家己的身躯做祭。
咱来回想伫旧约献祭的制度，当一个人为着伊的罪牵精尸来到祭坛前，然后祭司为着伊祈祷，祈祷上帝了后，将即只精尸杀死，献祭用精尸的血来代替即个人的罪。然后即个祭物就无搁属伫原本即个人后，即个祭物就属伫上帝。所以保罗用安尼用意，是爱咱将咱的身躯，包括咱的肉体、咱的心思意念，拢总献予上帝。意思就是讲，咱旧的行为、咱旧的心思意念，拢爱死，并且咱无搁属伫家己，咱献祭啊，咱已经属伫上帝。但是好啊，本圣经甲咱翻译是活祭。死就死啊，为虾米讲活祭咧？原来是旧的咱已经死，但是因为耶稣对死过活，所以新的咱嘛会甲耶稣同过活。所以过活的咱已经毋是过去迄个旧的咱，是一个有耶稣过活的性命伫咱内面的咱。另外，保罗嘛讲，咱献上家己是一种心灵的服侍。和合本圣经是翻做，恁安尼服侍是理所当然。理所当然是合情合理的意思。服侍嘛，毋是讲咱伫教会做这做迄，才叫做服侍。服侍意思是理性的敬拜。为虾米强调理性的敬拜？是因为当时真侪宗教是伫真混乱、戆神，人毋知影家己伫做啥方式伫遐进行因的敬拜、因的仪式，所以伫遮特别讲理性的敬拜。所以第一则全部意思就是讲，咱无想讲咱逐礼拜拢有来教会做礼拜，就是咧敬拜。上帝所爱的敬拜是爱咱愿意献上咱全部的家己。也就是咱每一天拢咧做的代志，咱讲出的话，咱内心的想法，咱甲别人的志节等等，拢是上帝爱咱献上的。所以咱会当来想象讲，如果所有基督徒，咱拢会当学习，生活就是敬拜。咱知所有一切，拢是向上帝在做。安尼，你食头路时，敢会无亏？你考试的时，敢会偷食无？你做头家的人，敢会歹款害你的员工？你看到有人需要帮衬，你敢会忍心无出手帮衬伊咧？那所有的基督徒拢实践圣经的教导，这个世界一定会比现在的这个世界搁较好。并且，咱若用生活就是敬拜这个原则来看圣经所予咱的教示。咱嘛袂感觉真困难，做袂到，因为咱知影咱所有做的一切是向上帝在做，毋是做互人看。所以咱毋免因为别人的面色来决定咱做了敢有好，咱毋免因为别人的评断来决定咱要安怎来继续行。因为唯一会评论咱做了好毋好是啥？是上帝。所以若用安尼原则来看保罗以下经文。咱就感觉讲，毋是做袂到的代志。保罗第一点提醒是讲，咱无得甲即个世间相款，要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互恁会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通欢喜、顺转的旨意。无得甲世间相款的意思就是咱每一天拢咧变化。比如讲，今仔日你去工作所穿的衫，一定甲你去赴宴会时所穿的衫是无共款的，但是保罗若是讲即个外表的改变，保罗是讲咱内在的改变。所以保罗是讲咱毋通亲像一只变色龙共款，对世界价值、对世界生活方式伫遐变来变去。但是这是一种真消极的方式，一种真被动的方式。但是保罗毋是讲安尼尔，保罗毋是讲你毋通。学这个世界，毋是安尼尔。保罗有较积极的方法，就是啥？着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这句话看起来，敢若是咱家己会当做什么款的努力，来互家己哪来哪好。但是实际上毋是安尼。实际上，这句话意思是讲，恁家己爱互改变，
互你家己爱互改变。兄弟姊妹，咱爱互什么改变？就是性情的改变。因为换心这个字，毋是咱家己做啥物来换心咱家己。换心这个字是专门在讲性情的做工。所以保罗直接强调，咱毋是靠咱的本事来变化，来互咱家己哪来哪好。咱爱安怎？咱来愿意互性情来改变咱，互咱对内在到外在拢总改变。但是伫性情改变咱的过程内面，咱毋是伫遐被动，毋是讲我啥物拢毋免做。咱伫意志上，咱爱向上帝讲，主啊，我愿意互你改变。咱嘛愿意爱将咱性命主权交出去，互上帝，求上帝甲咱改变，毋是掠条毋愿意放。因咱若掠条毋愿意放，咱搁听搁较侪道理，咱嘛永远是迄个有诶咱。但是咱要安怎求性情来换心呢？就是祈祷。有一本册叫做《祈祷》的册。伊册的副标题就是讲，找到咱透过责任来行往快乐的道路。意思就是啥？咱嘛有责任，虽然咱祈祷，但是咱嘛有责任。互咱定定爱为着咱会当哪来哪亲像天父旋转共款来祈祷。但是咱嘛有责任，伫咱无完全的事顶面，咱爱努力求上帝来改变咱，毋是放乱乱。敢若求上帝，你来改变我就好。我有看见一件伫10几年前发生的新闻，就是伫中国有一个驶飞轮机的驾驶员，有一天伊伫驶飞轮机伫飞行的时，毋知影为虾米这架飞轮机突然故障，但是伊应该按照伊的紧急程序，应该找附近的迄个机场来降落。伊毋是安尼，伊反倒伫遐大声伫遐祈祷，然后伊了后虽然当然这个飞机真安全就降落，但是伊嘛因为安尼，互判刑10年。兄弟姊妹听起来足奇怪对无？这个飞机安全降落，为虾米这个驾驶员互判刑10年？伊有祈祷啊，但是问题在哩，伊袂记得伊的责任是啥？伊是一个驾驶员，伫紧急事件发生的时，伊应该上要紧的第一项事，伊应该是按照这个程序找上近的飞机场来降落，保全所有旅客的安全。但是毋是，伊第一项事是大声伫遐祈祷。所以兄弟姊妹，咱若为着咱需要上帝改变的所在，咱伫遐祈祷。但是咱嘛有责任伫这个事顶面来敲找上帝所爱咱做会安尼款式。咱嘛愿意去努力，互上帝来改变咱。当咱互上帝换心，保罗讲咱会得到啥？咱就会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通欢喜、顺转的旨意。兄弟姊妹，你有想要知影上帝的旨意无？就想的嘛，互咱拢想讲，我做啥物代志，拢想要知影上帝到底你是毋是允准我安尼做？咱定定拢会去敲找上帝的旨意。咱若想讲上帝旨意一定是某一种特别的感动，也是我特别得到什么款的启示，我才会当得到。但是伫新约，若提到上帝的旨意，拢是已经显明出来，信徒毋免去敲找，咱只要遵行就好。咱知影，就是圣经内面的教示。所以，一个互信心换心的人，是会当培养一种甲上帝之间的一种的默契，就是伊会当知影，伫某一种情形下面，伊爱安怎去行。所以兄弟姊妹非常明显，你若想要知影上帝的旨意，你毋是去参加什么特会，你嘛毋是请人为你做先知预言的祈祷，是咱家己愿意互信心换心。信心会帮助咱对代志有正确的看法。伫做选择的时，咱毋爱出于疼心，因为咱知影圣经伫当时，咱就知讲，我伫做选择的时，毋是为着我的利益，是为着众人的利益来做出发点。咱知影保罗伫罗马书第5章、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有讲，
所以人若踮伫基督，就是最新创造的过代志已经过去，大拢变诚新的。一个换新的人会有积极的生命观，一种愿意为别人奉献的生命态度，自然就会伫伊的四周围产生一种真大的吸引力。所以，虽然这个世间充满罪恶，亲像圣经学者巴克莱伊所讲，咱的信仰是用来打倒啊的。因为咱的世界会继续对倒，咱就好亲像打倒啊共款，敢若会当打到底，较无法度阻止世界继续的对倒。当基督徒用换新的生命态度来生活，虽然咱这个世界犹原继续对倒、继续败坏，但是咱会当安怎？咱会打倒啊，咱信仰原则会当来阻止这个败坏速度，嘛会当利用安尼时间。互咱掠了机会，有当互佫较侪人会当来认捌耶稣。再来，保罗劝勉咱伫生活内面，爱安怎？恁所想来忖度家己，毋通搬过伫应该想的，所受着安分来想，照上帝所赏赐逐人信的分量。而且，甲咱讲，咱爱照上帝所互咱的信心来看咱家己。我想这点伫即种时代真重要。即种时代非常强调超级英雄。当一个人做了真好的事，别人就按高估伊，就感觉神同款。但是咱知影，无论伫倒一种团体，当一个人认为家己是一个重要人物，就开始会产生问题。但是保罗嘛，毋是讲咱爱看轻咱家己，因看轻家己嘛会出问题。亲像伫教会内面，有的人会认为讲，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人物，我袂当做啥物。即个教会有我无我，敢若拢无差。兄弟姊妹，敢无差？差真济。因为大多数的人拢是安尼想法，就造成大部分的教会是20%的人去服侍80%的人。所以即个服侍当中无法度休困，但是这毋是正确的。因为圣经教示咱的啥？教示咱的是爱彼此服侍，是所有的人拢爱彼此服侍。所以咱用一个真正确的态度来认捌家己是非常的重要。18世纪有一个牧师叫做乔治·怀特菲德，伊非常的有名，甚至有人看做是当时教会历史真伟大的报道家之一。伫1743年，伊甲伊的太太伊丽莎白生因第一个后生。怀特菲德强烈感受到上帝甲伊讲，伊囡仔会真做是一个传扬永远福音的报道家。所以伊就根据伊家己的感动，将即个囡仔号名叫约翰，就是迄个行洗的约翰的迄个约翰的号名。并且伊嘛伫公开报道的时，伊替家己囡仔行洗礼，佮讲道，甲众人讲上帝会透过即个囡仔来行出伟大的工课。当时真侪人感觉讲，即个人安尼所行真无可取，拢甲劝勉讲你毋通阁安尼做。但是伊拢无囥伫眼内。毋过，伫即个囡仔满4个月时，突然间破病就过身啊！即个怀特夫妇因非常的悲伤，但是就伫即个时阵，伊突然间醒过来。原来伊将家己的感觉，将对囡仔的疼甲期待，当作是上帝在向伊讲话。所以，伊为着家己写一篇的祈祷文，伫遐讲，求上帝讲，互伊因即对犯错的父母会当生醒，会当警醒过来，搁较有经验去对付魔鬼的撒旦的计谋。咱看见，连报道家、伟大的报道家，嘛陷入安尼试探，因为是上帝在向伊讲话，是上帝爱伊安尼做，但是实际上是伊错误的感觉。所以，咱若将家己放大，敢若重视家己，这真危险。因为咱会将家己看过头，甚至是超过上帝的位置。所以，安怎适当看家己非常的重要。保罗讲，照上帝所赏赐逐人信的分量来看家己。若照字面来读，咱会产生误解。
是讲上帝偏心，有个人得到较大的信心，有个人信心较细，但是毋是安尼解说。伫罗马书内面，信心就是相信耶稣是主，并且因为你相信，你嘛会看见家己的罪，并且承认家己是一个罪人，需要耶稣基督救赎。所以，伫遮信心甲恩赐是同款的，是每一个人拢无同款的恩赐，也是信心。甚至这个信仰的程度，是甲你相信的时间嘛无一定比例的关系。亲像有个人是几啊代基督徒，但是甲耶稣要天千分，甚至信仰是你讲啥，伊嘛无啥了解。但是有个人伊信耶稣了后，规个人拢改变，也不断将福音传互四周围的人。所以每一个信徒拢有无共款程度的信心。所以保罗讲，咱来按照安尼的程度来看咱家己，真客观、真冷静来评估家己，我的信心有偌济，并且爱用安尼的信心，伫信仰团体内面互相服侍，彼此学习。较毋是讲我来做礼拜偌久，我有资历；较毋是讲我是长老，我是执事，安尼即称来看待家己。咱爱用咱所得到无共款的信心来看待家己。安尼信仰团体才是一个健康、有信心同在的团体。而且，请咱注意的是，保罗无讲信心悬的较好，信心低较歹，毋是安尼。因为一个团体内面，拢有无共款的人。保罗爱咱用合理的角度来看待家己，咱袂当碰风，袂当自卑。这就我想起顶礼拜罗牧师的讲道有提到讲。为什么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入去迄个迦南地？北边的土地较肥软，但是南边的土地是旷野、较干燥的。原来上帝爱因互相学习，安怎彼此帮赞、分享同课。所以，同款伫一个团体内面有无共款程度信心的人，是为什么？为什么同时存在咧？因为上帝爱咱学习彼此相听，有信心的去扶持信心较软正的人。毋是伫遐踢笑因，信心较细，嘛爱伫中间努力来学习。所以伫遮嘛带出第一个类似的问题，就是恩赐的问题。第40到第80有讲，因为亲像咱一身有百体，若是百体功用拢无相共，安尼咱侪人踮伫基督做一身，逐个相共做体，咱照所无咱的恩，已经得到恩赐，佫无相共。迄是做先知，就着照神的分量来讲；迄是办代志，就旨意伫办代志；迄是教士人，就旨意教士；迄是劝勉的，就旨意伫劝勉；周遭的，就用实心；治理的，就用温困；灵敏的，就用欢喜。伫几下所在，咱拢会当看见保罗是用肢体来说明基督徒彼此之间的关系。这表示咱每一个人拢是有路用的肢体，有可能你是枕头仔，有可能我是头头乌。每一个人拢有伊的功用，无分相好相歹，并且咱是互相连结，无法度欠缺任何一个人。这个肢体内面，咱欢喜敢有人做头咧？无，敢有一个人讲我是这个肢体内面的头，无，因为头属伫耶稣基督。头是耶稣基督，咱所有肢体结连做伙来结连伫耶稣基督，意思就是咱降服伫耶稣基督的大名。而且我有将保罗所讲的7项的恩赐来做一个整理。咱看见这7项的恩赐，第一项是讲预言，讲预言就是传达对上帝来的启示。但是伫遮保罗讲爱按照信心的程度来讲。这个信心是上帝所赏赐的，毋是咱家己的感动、家己的感受。第二个是服侍，就是服务。第三个是教导，教导就是解说、应用已经启示的真理。第四是劝勉，就是出自救恩工课的鼓励甲安慰，就是讲咱爱鼓励人，哎呀，你伫信仰上，你若退步啊，你无爱来教会，咱爱去劝勉人，这就是劝勉。咱看见。服侍、教导、劝勉这3项的特质，拢是爱安怎？需要咱专一、对头到尾、尽心尽力的服侍。
所以伫遮真有意思，就是讲这三项的要求，就是咱爱专一。服侍的人，你咧做服务的人，你伫教会服务的人，你爱专一，你爱对头到尾尽心尽力。你教导人的人，你爱专一，对头到尾尽心尽力。你劝勉人，伫信仰上劝勉人的，你爱专一，对头到尾尽心尽力。第五项到第七项就无共款啊。施舍的是甲别人分享家己所有的，所以你爱用单纯的目的，你毋是自私，毋是甲人缀讲啊，我有这个物件，所以我互你，毋是安尼。第六，治理的，治理就是管理教会，管理教会爱温困，爱毋惊辛苦去帮助别人。第七是怜悯人的，就是帮助困苦的人。帮助困苦的人，咱袂当讲啊，凊彩做，嘛袂当讲啊。我服侍你遐久啊吼，我做遮慈善的工作真久啊，足忝的哦，凊彩做表面功夫，毋是咱爱甘心乐意，并且爱有好面色来服侍遮人。所以兄弟姊妹，这七项的恩赐内面，你敢有看到你有甚物款的恩赐呢？当然，保罗伫其他所在嘛提起其他的恩赐，但是如果咱安怎想，嘛想无讲我有甚物款恩赐的人，嘛会当注意以下我所要讲的这个故事。有一个真年长的姊妹，伊加入一个团体，有一寡人看出这个姊妹有一寡的恩赐，但是伊家己感觉我家己一点仔恩赐拢无。所以其他人为着安慰伊，就甲伊讲：啊有啦，你甲阮同在，你伫阮的团体中间就是上大的恩赐。但是这对伊来讲无法度满足伊，所以几个月了后，伊继续敲找，伊竟然发现伊的恩赐，就是伊伫团体内面为着团体内面的成员一个一个咧提名，为着因祈祷。所以伊真欢喜，伊发现家己有安尼的恩赐，就是替别人代祷的恩赐。伊就紧去甲即个团体其他人分享伊的发现。哦，我找着我会当伫即个团体内面，我会当做服侍。这互另外遮个人嘛得到真大的鼓励。伊遮其他的人就知影讲，因会当伫即个团体内面运用家己的恩赐伫遐服侍，因的服侍有功效，毋是因家己的恩赐伫遐发挥尔，是即个姊妹发挥伊的恩赐咧替因祈祷。所以伫今仔日即段经文内面，保罗教示咱安怎伫基督徒的团体内面学习互相斗阵、彼此服侍。但是这真正无简单，嘛因为无简单，所以教会内面定定会有冲突爱去面对。但是我要用德国神学家汤霍华牧师伫伊团契生活内面这本册内面所讲的话，咱做伙来思考，也请做今仔日的结论。汤霍华牧师讲，教会会当互人看见有形的方式。是做伙分享上帝的话，举行圣礼典，这是上帝的恩典。因为有真侪人无有安尼的福气。欢兄弟姊妹，咱会当组织伫遮，虽然疫情的关系，咱无法度全教会人组织伫遮，但是咱会当伫遮聚会，咱会当举行圣礼典，咱会当听上帝的话，这是上帝的恩典。因为这个世间真侪人无法度有安尼一个福气。伫信徒的团体内面，上重要就是结连做伙，这条链仔才袂断。同款一个团体嘛，容稳无路用的肢体，这个团体就会毁灭。所以团体中间每一个人，如果拢有固定的任务，安尼就是好代志，会当互伊伫怀疑的时，知影伊毋是一个无路用的人。每一个团体拢爱知影，弱者虽然需要勇者，但是勇者也袂当离开弱者。若是将弱者剔除，就表示这个团体已经无性命。汤霍华牧师甲咱提醒，咱需要彼此，互咱需要彼此，毋是强的人无需要弱者，毋是咱爱扶持较软弱的兄弟姊妹。但较软弱的兄弟姊妹嘛，毋是想讲我家己拢无路用，互咱若认为家己拢无路用，这个团体就无有任何性命。咱爱找到上帝伫咱身上，互咱的即个礼物，互咱的恩赐。耶稣伫地面上唯一交代团体，毋是西亚会，是教会。
吼嘛毋是什物校友会，是教会。教会生活是咱会当学习将来伫天顶生活真重要学习的一个所在。所以，望兄弟姊妹，咱会当珍惜，特别伫即届疫情，真侪人是伫厝里来看电视做礼拜。可能就有人感觉讲，哦，足好诶，足方便诶，互我毋免穿衫吼，穿好好安尼去教会，我穿困衫嘛当做礼拜。所以我以后我嘛毋免去教会做礼拜，我看电视就好啊。但是安尼绝对毋是一个真健康的基督徒的生活，因为世界的结果已经甲咱讲明，咱的信仰除了甲上帝有关系以外，咱嘛需要甲其他兄弟姊妹有一个关系。虽然伫即个关系中间有可能会受伤，但是咱嘛爱学习去面对，咱袂当逃避，因为伫上群的所在，咱才会当谦卑。咱才会做伙去敲找对耶稣来的意义。所以，希望讲咱会当伫即个大个团队内面，咱做伙来学习安怎来过一个保罗今仔日所教示咱一个真合宜、有耶稣基督信伫咱的内面所产生出来的一个新的生活态度，一个新的信仰态度。咱做伙来祈祷。